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农村老人晚年境遇。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们以前也聊过，涉及到农村的老人的待遇、养老，涉及到一个社会的责任。关于农村老人的问题有很多社会学家、很多学者也是密切关注，经常会出一些研究报告。4月27号，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这是一份采访。三联生活周刊采访了一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叫景军教授。景军教授他有一个课题是专门研究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问题的，所以他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报道标题就叫陷入身心困境的农村老人，当晚年生活变得难以负担。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实际上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可以说这是亲身经历，他们各有各的境遇，各有各的不同，但总体上都是那种难以负担，叫苦不堪言，你很难说活着有什么质量。所以我就结合我身边所见所闻，再结合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采访，我们一起聊一聊农村老人的问题。这个是每一个人恐怕都要面对的。三联生活周刊他说，在农村衰老是一件代价高昂的事，它通常意味着漫长的病痛与持久的沉默。据2024年国家卫健委监测，农村60岁以上老人慢性病患病率已达 78.2%。 同一时期国家癌症中心报告显示，城市死亡率每10万人是 92.4， 而农村是每10万人是104，那就是城市还是要低的，对吧？子女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打工，请假回家意味着扣掉半个月的工钱和全勤奖。县医院的止痛针需要家属拿着空瓶去换，一次只给1周的量。面对棘手的境况，不少老人只能以极端的方式与世界告别。数据显示，1987年至2009年，全国人群自杀率虽大幅下降，老人自杀问题却始终突出，而农村各年龄段老人自杀率均显著高于城市。我现在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自杀完全是可以理解，这就是一个悲哀的事情。针对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2011年到2016年牵头主导，联合清华大学社会医学研究中心与中南大学肖水元教授团队共同推进心理健康守门人计划，在全国8省20个村落开展实地干预。2016年至2020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医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完健等老师合作，对国内近800名癌症患者末端期生命质量开展了问题调查和数据分析。你说这些人生活质量、晚年生活的这个境遇光景，那一定是苦不堪言的。在研究中，景军发现，农村老人自杀率居高不下，久病厌世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生活与死亡都值得更多的关注。下面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对这个景军教授的采访。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说，2010年就开始关注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情况有所好转了吗？这个教授说，直到近几年，这个问题严重性仍然挥之不去。根据2024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年以5岁为一个年龄组，从60到84岁，城市老人每个年龄段的自杀率依次是以10万为单位，一个是 6.45 人、9.14 人、10.8 人、13人、15人，85岁以上年龄组为 19.75， 这是城里面，而对应的农村老人的自杀率依次为 10.88、14.39、19.25、29.25、34.45， 85岁以上年龄组为 38.58， 也就是相应的随着年龄组越大，比例是农村是城里面人的将近2倍，但是这是大概的印象。简而言之，农村老年人中每个年龄组的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从绝对数字看，农村低龄老人自杀率是城市低龄老人自杀率的 1.69 倍，农村高龄老人自杀率
是城市高龄老人自杀率的 1.95 倍。无论城乡，导致中国老年人自杀的2种主要原因，老人自杀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久病厌世，二是家庭纠纷。这是许多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当然我个人突发奇想，我感觉这里面恐怕还忽略了抑郁症等等这些心理疾病。就不是农村人没有抑郁症，而是农村人他就不知道，他也不去查。城里面人因为对抑郁症的概念、心理疾病的概念他知道的早，是吧？接受的早，多多少少很多人都会去查。我觉得这个恐怕跟抑郁症都有关系，但是农村里他就没有这概念。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在农村养老调研过程中，最突出的困境是什么？这个景军教授说，经济状况相对脆弱，健康状况不佳是许多农村老人面临的普遍问题。加之家庭支持不足和社会保障水平低，老人一旦失去劳动能力或自理能力，往往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和缺乏照料的境地。这个基本上都这样，尤其农村的叫失能老人，那是最惨。摆在农村老人面前，首要的还不是贫穷，这个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以我的观察，摆在农村老人面前最惨的是失能，说他不能行动，他活动能力受限，这种即便他家庭条件还行，他的生活质量也很差。相对一个虽然没钱的非常穷的人，但是他身体健康，他比如说他80岁，他还能走路，他能东窜西窜的，像这种人虽然他没钱，但他生活质量比相对有点钱的，但是他躺床上不能动，或者是行动受限的还要好。这就是当下农村的一个现状。所以这个教授也说了，一旦失去劳动能力或自理能力，往往不可避免的陷入贫困和缺乏照料的境地。我举个极端例子吧，你就是乡村小学的老师，他退休了，一个月收入不少，比如3000，真的是有这么多，或者4000一个月。但是他在农村，他一旦失能，那他就非常惨了。当然了，如果钱达到一定地步，他退休工资3万一个月，那他境遇也好了。像胡一静老师这样的3万一个月，他就有条件，是吧？请护工，住更好的病房等等，更好的护理。就那个钱说多不多，说少好像也够吃饭的这种。教授说，他说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自己的收入和储蓄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的农村老人仅占 50%。 过去1年内 77% 的子女给老人提供过经济支持，但改善不大。老人自己的收入、储蓄加上子女的经济支持，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比例为 53.4%。 社会保障尚不能弥补家庭支持的不足。各田野的老年居民养老金每人每月55元到85元不等。就老人的健康状况而言，患有医生确诊躯体疾病的人数比例高达 58.5%。 有些老人同时患有5种疾病，那老年病很正常。这农村老人的病更多，更莫名其妙。为啥？因为都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透支啊，干农活。比如说现在80岁的人，他应该是1940几年、50几年出生的，那这些人年轻的时候就赶上什么公社、人民公社，什么学大寨，什么新修水利，营养也跟不上。你看那个时代没什么吃的，但是干的都是苦活、体力活，那你说他身体能好得了吗？老了一身病，他一旦有这个病，他马上就并发其他的病，各种病。农村的生活条件也差，比城里面同时代人，你看都是80岁的老人，那农村的和城里面的那就不一样。而在这些现实的生存压力之外，空巢的现状以及社区活动和服务的缺乏，也使老人缺少亲情慰藉和精神寄托。根据我们的调查，就居住状况而言，独居老人比例 10.6%， 两人家庭比例为 54.5%， 二者相加超过 65%， 足见独居和空巢老年生活格局的普遍性。小学从村落撤出和外出务工，将孩子们接走，只剩老人留守，天伦之乐是最普遍的愿望。3个先决条件是近距离、经常性、有感情，前2个条件基本失去。感情虽然在，但是没有近距离和经常性的感情，只能说是心心相印，而不能付诸行动。过日子需要物质条件，精神生活也要有基础。因而我们研究的村落而言，最突出的困境可谓身心困境。你看，也就是说
最主要的还是身心困境，经济相对来说还不是放第一位。许多乡村老人有情绪问题，但明确被诊断为抑郁症的其实并不多。你看看四川一个村落的吕大爷是抑郁症确诊者之一，他还患有多种躯体疾病，包括后循环缺血、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吕大爷被确诊为抑郁症，需长期服药，一旦发病就不说话、不睡觉，有时会独自出门，找不到家。他尝试过自杀，幸好家人及时发现并制止。他需要老伴儿一刻不停地陪在身边，只是老伴儿的身体也不好，患有类风湿，之前手还做过手术，花去数万元。就老伴儿自己照顾自己都够呛，还得看着他，他一旦发病，那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这种事情在农村有好多他不能确诊。两位老人唯一的生计是种地，收入多少完全依赖收成。正如老太太所言，靠天吃饭。像这个家庭，那你要经济上给予补助，他能渡过难关。为什么？因为两个老人身体还可以，抑郁，对不对？他能行动，能自己照顾自己，那只要经济条件跟上，他问题不大。他没有失能，虽然有4个孩子，但孩子们的生活条件都不是太好，对老人的经济支持非常有限，且都在外面打工，无法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平时就周末打电话或回来看老人一眼，当天就要回去。考虑到老人的家庭状况，村里逢年过节会有所慰问和关照，但也有限。老太太说，现在我没有别的盼头了，就希望我们的医药费能报销。我对穿的吃的没有什么要求，每天只要能吃饱穿暖就行。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7、8天才能吃到一顿肉，有时候连吃都吃不饱。这个就是说钱就能解决了，你就是少量的钱，比如1个月能给他发300块，那他生活马上就得到质的改变，就会上一个台阶。但值得指出的，中国农村多样，有富裕的，有相对富裕的，有贫困的，有相对贫困的，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们研究多为贫困村庄，不能代指全部。这个记者说，2016年至202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医学社会研究中心与山东大学合作调研癌症患者末端期生命质量。在城市，大家对临终关怀等话题关注度不断上升，大家都希望能够提高死亡质量。在农村的情况是怎样？这个教授曾经把农村老人的临终状态称为野蛮死亡。这个景军教授说，野蛮的死亡有不同的意义，集中于痛这个字上。首先是躯体之痛，包括四肢骨痛、腰肚剧疼、头无休止、胁痛、膀疼、恶寒、头疼等等一大堆的。另外还有心理之痛，就是生理之痛，就是躯体身上痛。另外就是心理之痛、精神之痛，什么财务之痛、照护之痛、丧亲之痛。心理之痛在于无法缓解的焦虑，精神之痛在于挥之不去的遗憾和恐惧。告知之痛是指把重症和绝症的实情对病人坦诚说明的困境，病人想知而不得知。麻醉药登记制度要求患者到乡镇或县医院现场注射止痛药，在患者的临终期，规定要求家属用空瓶换取1周的麻药。距离、交通以及人力是麻药获得主要障碍，每次换取的麻药至少不足以控制疼痛。办理麻醉药物登记需要诊断证明、村委会证明、患者本人及2名代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除了已登记的代办人，没有其他人不可以代替患者取药。之后每2个月都要重新出示证明续办。这些东西规章制度肯定给病人家属给病人带来了种种不便，但是没有这些程序，你像麻药这玩意是管制药品，你要不采取这些措施管，那麻药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四川一名教师告诉我们说，他的爷爷患胰腺癌，最后疼痛难忍，口服止痛药全然失去作用。一天晚上半夜里，老人趁家里人都睡着了，一个人走到家附近一座较高的山坡，从最高处跳了下去。但估计是因为树木太茂密了，他根本没有掉入山底，应该只是卡在了半山腰上，然后又自己爬上去走回家。
大概又过了1周，晚上老人表示疼痛难忍。第二天上午，家人出门干活回来，发现老人已经离世，他躺在就是一个草堆上，也就是他割腕自杀了。我记得口罩期间是吧，上海有一个拉小提琴的音乐家，也是疼痛难忍，他要去医院打止疼针，结果有时候口罩期间他连小区都出不去，出了小区你也进不了医院，折腾了一晚上，实在受不了，从楼上一跃而下。这个恐怕好多人都有印象吧，就疼得受不了。这个记者就问教授说，子女在看护上是不是也心有余力不足？景军说，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农村，我母亲就是教授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去世之前，我家6个成年人轮流照护她，还有一个护工帮助，仍然无能为力，每个人先后体力透支，最后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但是她不想一个人待在那家防护措施严格的医院，后来我们托人把她转入一家设有安宁医疗病房的医院，每天有2个家属悄悄留在病房里，直到最后，也就是临终关怀。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问，农村老人对临终和死亡普遍看法是什么？有哪些期望？景军说，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在研究中看到，在种种客观条件下，有的老人也努力在争取有尊严的死亡，充分尊重患者个体的自主权和决定权，这点在我看来尤为重要。传统的死亡顾及他人和集体，比如在农村，一些老人得病之后，家里人即使知道已经于事无补，也一定要送到医院，以便完成一次近乎仪式化的治疗。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如果没有这个仪式化治疗，那么就代表着子孙是不孝的。这种对老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考虑到了社区家庭的需求，有为了名誉的考虑，但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没有完全顾及当事人的主观性和自主权。实际上有的老人病重了，他也没有什么主观性，也没有自主权，任人摆布了。有一位米女士的父亲是云南保山的木匠，虽然家里条件苦，但父亲把3个女儿们都送进了县城最好的学校，上了大学。大女儿成为了公务员，二女儿当上了中学老师。作为3女儿的米女士是一所重点大学教师。父亲晚年病重，被送入医院的时候，一家人都想要把病情瞒着他，但老人猜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你们不用瞒着我，我不怕。他拒绝痛苦的透析，坚持要回老家。回家几天后，他将房产证、土地证、30万元存折交给了2女儿，说老房子得好好保留，女儿们要合力照顾好他们的母亲。按照当地风俗，老人要坐在家中堂屋中间的中式椅子上，在亲人的陪伴下去世，方是真正的寿终正寝。这个中国人喜欢讲究叫寿终正寝。寿终什么意思？就是自然死亡，老死，不是什么恨死，死在街头，被人杀了，砍头、枪毙这么等等，叫寿终，自然死亡。正寝是什么意思呢？正寝指的是光明正大，当然了，这个你可以解释成别的，它的意思就是光明正大，死在正房。这种寿终正寝代表的是这个人他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才叫正寝。就像那个鲁智深坐在床上洗完澡，坐在床上死了，升天，那叫正寝。米女士坚信她父亲有准备的在家里离世，与她祖父相当淡定的去世有关。米女士的祖父最后几天很虚弱，家人早早备好一把中式椅子，都陪在他身边。他去世那天，一开始大伙儿依然围在他身边，不敢离开。老人笑着说，我还走不了呢，你们去吃饭，吃完回来就行。家人饭后发现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老人被儿子抱到椅子上坐好时才闭上眼睛。在他父亲和祖父的精神世界里，人之死不可怕，祖辈们会在现世的彼岸等待亲人，前世恋人也会在那里化为蝴蝶迎接心上人的到来。这个记者问教授说，研究中还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结论？教授说，最让我产生深深一层心得的是一部分将死之人反向关怀意识的行为。反向关怀什么意思？生病的人、要死的人，他反而关心这些活着的人，安慰他们。
有反弹时，对象告诉我们，他祖父在去世前修缮了父亲常年不住的院子，自家院子地势低，陆陆续续用土垫了几次，让院子地势高些。老人还砍了自家院子几棵树，因为20多年前祖父和三爷一家共住此院，祖父担心他走后，三爷因卖树钱与他人家起冲突，老人还帮着自家自小失去父亲的堂叔新辟了院子。在农村这种解释叫什么？叫回光返照还叫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临死之前做一些让人比较费解的事情，一改往常那种脾气或者心性，好像判若两人。在农村就说明这个人恐怕就要这个不久入人世了。当然这个说法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总之叫什么？叫幸存者偏差，或者叫事后验证，对吧？这个人死了之后，家属就回忆他死之前有哪些比较蹊跷的异常的举动，然后一一对号入座。有老人给家人留下一桶剥好的花生，你看这桶花生盛满了他对家人无尽的爱与牵挂。他知道孙女喜欢吃花生米，也知道老伴有胃疼的毛病，更知道儿子儿媳妇早出晚归时常来不及买菜。他有太多的不舍，没有与家人透露半分，一切都隐藏在一粒粒花生米里。这个教授对农村还是不太了解，农村里像这种说法很多啊，而且很多都是心理层面的。比如说我就举例子，有的人突然死了，那他的家属他就会回忆，有的人回忆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个什么梦，梦见什么了，我现在才知道原来预示着这是要死了。他都是叫事后验证，就是事后对号入座。还有人说他比如说这个家里亲人去世，他就在那回忆说哪天是在什么地方，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好像看见了他。好比这个家属在老家，他在深圳打工，在深圳的街头，某一瞬间在人群中看见了他的家属等等，这些都是心理学现象。但是在农村里面，这个就变成一个显灵，或者叫什么叫回光返照等等一个说法。这个是3联生活周刊对一个清华大学一个叫景军教授的一个采访，讲的就是陷入身心困境的农村老人，当晚年生活变得难以负担。以我对农村了解，首先贫困肯定是第一位的，这总体上肯定是缺钱，但是缺钱跟缺钱不一样，这就我们很多事情不能笼统的说缺钱，好像你钱给到位，比如说一个人一个月发500发1000，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给他发500发1000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农村的一些特有的问题还解决不了，除非都像胡锡进老师那样退休金3万，那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现在现实达不到那个水平啊！现在很多农村大部分年轻人被迫都得背井离乡出去打工，你留在农村你根本就养不活一个家，无论你在农村干什么。有很多人说我在农村，我一边种地种菜，或者在门口在农村接点活干干，顺带着照顾家里人。这种照顾即便有，那质量也是很低的。为什么？因为你既要在农村要找工作，你给别人打工，你要上班，你要照顾家里老人，实际上这是不能专职照顾，你无非就是下班了来看一下，来照顾一下。这个对很多老人来说这都是不行的，有些失能老人，对吧？你的24小时看着苦不堪言。刚才已经说了，这农村老人很多到晚年的各种病，那个病比城里面人那个病还要多，主要是身体透支导致的各种老年病，而且都是并发。年轻人都得出去打工，即便在家里找活干，那照顾也谈不上，除非你在家专职照顾，说我就在门口种点菜，这种就属于专职照顾。但是你要门口种点菜，你相当于你没有收入，那你这个经济压力就大，那你这经济条件就得好，否则你也没办法坚持。那出去打工，那老人也不能带在身边，你出去打工，有很多农村的出去打工，他在当地也买不起房，都是租房，租的也很便宜，所以这个问题就各种各样。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老人，都说来说去都是亲戚，所以我了解的非常清楚。年轻的时候都很吃苦，干活玩命的干，到老了一生病，孩子全部在外地打工，家里就剩这老太太或者老头。我一个亲戚就这样的，80岁了，各种老年病，3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行动不便，但是还能动，自己摸到电瓶车就3轮车上面，他能开着3轮车到镇上去医院去买药，这还可以。但是从家里到3轮车上就比较费劲，就这么个状态。有时候在家里摔倒了没人知道，所以子女没办法，
也有好几个子女，但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每个子女，因为他已经80，你想想吧，孩子都50、60，孩子都已经做爷爷奶奶了，大的孩子恐怕都自己都做奶奶了，你想想，这问题非常复杂，是吧？我的子女为了了解他动向，就在他房间、客厅到处装摄像头。结果有一天，这个子女在这摄像头里面就看见他妈摔倒了，高血脂、高血压，你想想，在地上摔倒在地上没反应，怎么叫没反应？就通过那个摄像头喊话，那怎么办？子女都在千里之外啊，所以就给他舅舅打电话。他舅舅就是那个老太太的弟弟，就住在附近，大概一个村，中间隔着大概几户人家。他舅舅是因为骑电瓶车，酒后骑电瓶车把腿给摔断了，在家里养腿，也是一个人在家，这腿摔断了，一个人在家拄个拐棍养腿。接到电话之后，赶紧拄着个拐棍到他家去，把门开开，把拐棍放下，把他妈从地上拉起来。你想想，农村里就这么个情况，这种才是常态。还有的老人在农村，因为农村都一家只有一个老人，他夏天6月份地里干活，不知道怎么摔了，摔到沟里了，就死了。也是的，家里人这个打视频电话打不通，摄像头看也看不到人，没办法，就给村里面人打电话。有的邻居家还有人嘛，给村里打电话说你到我家去看看，老头不在了，你联系不上。村里人到他家一看，说这门是开着的，没锁，应该没走远。因为如果他出门，门都没锁，再去那肯定是没走远的，那估计他们心里就不想知道，肯定是摔哪儿了怎么着了。房子里面上上下下找都没找到，屋前屋后找没找到。后来第二天在离他们家大概100米远的那个地里面，他可能就种地，在沟里面发现了人都臭了，可能是摔了一跤怎么着的，就摔沟里，就起不来，也没人，那就死了都没人知道。这农村的很多老人这个现状，不是说简单的说你一个月给他多100多300他就能解决不了。那很多老人，当然不是所有的，很多老人长期被疾病困扰的时候，他的精神状况就会发生变化。有的人他求生的欲望比较强，他还想活，但是有的人他就无所谓了，时间越长他越无所谓，觉得不如死了算了，就有这样的人。所以老的人他就会分化，有的人他就顽强的那种求生的欲望。就我说的刚才那个老太太80岁的，后来还是他儿子把他接到武汉去了，儿子在武汉打工，开了一个小店，那个小店离他自己房子不在一个地方，老太太放在他家的房子那儿，他自己在小店里面吃住看店。那老太太在家里其实一个人也很难受，儿子就每天早上去，一天的饭做好，每天早上去把他一天的饭做好，再去看店，第二天再去，昨天的碗洗一洗，再给他做一天的饭放那儿。也就是即便把他带到城里，也没办法说24小时照顾，因为都要打工啊，没有时间去。你要照顾他，那你就别打工了，不打工你没钱，成为很大的负担。最近网上我刷了一个切片，有一个博主说，养老是社会责任，而不是子女的责任，这个是一个社会发展、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这话说的没毛病啊，养老不是子女的责任，是社会责任，因为你社会的发展，社会越来越文明。因为你这老人这一辈子工作付出，那都是给国家交税了，都是做了贡献的，怎么老了还要子女养？过去封建社会老了人子女养，有它这个合理性。你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应该有完善的保障体系，老了就应该是社会的责任。但是这个UP主好像被禁言了，是吧？你宣扬这个就不对，是吧？现在养老还是子女的责任。实际上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我觉得不光是中国，实际上全世界都一样，养老的问题。你不光农村，城里也有养老的问题，不光是中国，实际上是发达国家也有养老问题。那就是这个养老问题，我觉得最主要还是依赖自己老人，就尤其我们还没老的时候，你就为你的未来老了要做准备。所以说要锻炼身体，老了不要失能。如果你躺床上不能动，那就麻烦了。躺床上不能动，你又没钱，那简直是惨不忍睹。所以现在就得重视自己，没有办法，你要指着社会完善，保障体系完善，那你恐怕等不到那时候。所以我们只能一方面要攒钱，人老了只能靠自己啊，你既不能靠社会，你更不能靠子女，你给子女带来更大的负担。因为等到你老了，你子女也有他的困难，他也面临他的难题，找不到工作，按揭贷款还不起，你肯定不能给他添加负担。所以我们要自己现在就要锻炼身体，老了不要失能。第二，我们尽量的把各种保障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比如说社保不能开玩笑，
该交也交，医保这些，医保社保交的，如果你还有富裕，就是说你手头还有富裕，那你考虑一些商业保险，那没办法，这个保障多一层，以后未来老了尊严就多一层。也就是一要自己为自己负责，对身体进行锻炼。第二个就是安全保障，你现在能做到哪一步就要尽量去做。如果你这个时候你退休金如果是3万，你医保都有，你要在 ICU 病房，那子女是不会给你拔管的，一定要抢救到最后一刻。为什么？你活着那就是钱，就像胡金老师一样的，明明没有抢救价值了，那子女还得抢救，那多活一天得多1000块，是不是这意思啊？那简直就是饭票，就是存折。所以说来说去，我们一方面希望这个社会能往前发展，保障体系能更完善，人文关怀更加有意义，但是我们更多的还要靠自己，没有办法。社会恐怕我们短时间指望不上，未来过2年能不能指望上，这也很难说，所以只能指望自己。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祝大家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